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6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甲友邦施瓦蒂尼国王签署3项的合作文件。总统表示讲，未来国家元首希望有机会去其他的非洲国家访问。国际半导体早起伫台北南港展览馆开幕，今年的规模是有史以来上大，有10个国家专区。台南北门有民众桥倒摆，互钓鱼线挂着阿妈棍，有一条20公分长的伤痕，有可能是民众的钓鱼的线去交着电火条啊，是真危险。新闻一开始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伫嘉义新港昨暗头啊，发生规模5.5、真浅层的地震，深度只有8.5公里，所以是摇甲真厉害。伫今仔下晡1点21分，高雄嘛发生规模4.3的地震，震央是伫高雄的木林，深度只有5公里，上大的震度是高雄4级哦，所以山区这几天就要特别注意土石啊松软。咱个继续来关心海葵风台扫过台湾，台东县的道路、有部分的林家厝、有水电哦，拢有损害，因为受灾真严重。市政府各部门的卡手是无啥够，尤其是离岛已经申请国军来斗3天。伫东河乡哦，有不少民众拢全工今仔请假来整理处理。县政府嘛提醒民众哦，受到损害的厝、有车，拢要翕相落来，才会当来申请减税。最后第4天，东河乡杜兰村甲太原村未少厝受损，铁片厝和风吹走，天棚落几涂骹，厝内积水，复原工作真麻烦。不过台东县水务局提醒民众，一定要记得翕相存证，30天内向乡镇市公所提出申请，应减免房屋税、地价税兼经济害损失。目前很多要做修缮的部分呢，所以我们继续做整理，然后让这边恢复成原本的样子。留下你这个损失的一些证明的一个照片资料，那后续30天内分别向我们地方税务局也好、国税局也好，乃至于车子所属的这个燃料费，向台东监理站来申请。目前台东县南环山区不到离丢之间的路也在抢修，7已修好。东海华连接花莲的东湖公路也登去，要到11才能修好。离岛情形也真严重，民宿济厝受损，即马上烦恼人力甲器具无够，乡公所拍算交部志工到岛上协助修理厝。省外的应该可能会招募不到工人哦，那我们会跟县府看看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招募这样子的技术人员。台东县4年无风台灾情，这摆风台直接登陆，在后复原挖苦人力有限的国军实在有困难。连家活跃感收容人拢协助救灾，希望更加侪志工援到台东，加速在后复原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蔡英文去非洲友邦施瓦蒂尼，晡14点钟，伫当地时间初5下晡到位。总统嘛甲施瓦蒂尼的国王做伙签署3项的合作文件。总统伫甲交包的暗顿顶头哦，嘛承诺讲会修改非洲计划，希望讲未来咱国元首去非洲，更有机会去其他的非洲国家访问。飞机晡14点钟了，总统蔡英文的专机来到非洲的友邦施瓦蒂尼，此国以2队礼宾一个传统舞蹈仪式欢迎。台湾的侨胞也热情会着国旗欢迎。总统的行程排正满，到为了是会见此国的国王恩施瓦蒂3世，并且共同见证两国签3项合作备忘录，包括妇女创业基金，由高雄市长陈其迈签署的姊妹市协定，一个最近合作伫此国去建立旅游组，深化彼此的交流。Enjoy the friendship that you offered to us, and I hope this friendship will continue and deep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forever. 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you here, away from home. All one can say is that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suppo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very time we meet, it gets stronger and stronger. 中国国王也讲，台湾就敢若是伊的家乡共款，得到满场的扑克声。伫侨县有要甲300位侨胞自非洲各地过来，当面向蔡总统建议，希望2018年所提出的非洲计划会当搁再升级。蔡总统当场讲，回顾了会赶紧修改成这2.0的版本。非洲是我们未来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哈。那不论我有没有做总统，我都会为这个付出一份心力。蔡总统也期待台非各领域的活动会当更加进一步，和后回台湾的总统来非洲访问时阵，毋但是拜访施瓦蒂尼，还会让到其他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仔举行头一场的国家希望工程发表会，宣布由内立军担任国政拿督的调集人物，会邀请200个专家学者做伙来推动台湾前进。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和国民党的侯友宜是继续推出医疗政策。郭文哲是提出巴士量表改革，甲65岁以上的老大人健保费专业补助；要甲前一天提出65岁以上老大人免纳健保费的侯友宜来拼场。伫9月各地也伫咧拼政策，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对国家希望工程第一场发表会，公布执政的愿景总纲，找200多位专家学者，一个各界代表制定来研究。并且由青皮台基金会董事长郑丽君担任竞选总部国家政治拿督的调集人，用3个台湾做核心主轴，要甲赖清德过去将近30年的经验放伫咧内底。我们能够顺势将台湾打造为民主和平的台湾、创新繁荣的台湾，以及公益永续的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也伫同一天公布8大医疗大纲，包括医疗支出达到 GDP 8%，推动全职照护，努力申请颁奖期间无需要巴士量表，一个65岁以上的士大人健保费专业补助等政策，要用医生的专业提出解决的方法。台北是因为财政纪律比较严格，所以我们当时是该用的才用，不该用的不用。所以事实上，台北市早就65岁以上的长者，那个健保费是市政府出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进前主张，80岁以上的士大人唔免巴士量表，引起注意。伊找5个在加码政策，伫排富的前提之下，65岁以上的士大人唔免纳健保费。严过后，郭文哲办公室讲，早伫伊台北市长任内就补助，讲伊的做法只是野乡对白。侯友宜伫吹人也做出回应。所以这一次不是只有6都以及基隆市，是我们全国一体适用。我定讲一句话，老人健保我来补吧。因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吹人是伫 FB 突然间发文声援知名的网红馆长，同时也点名民进党立委陈明文，敢若是甲主事这件案件的保护会关系密切。批评一日民代竟然把鸿台乌都当作是选民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资本业只有50万的超市公司对巴西进口8000多万粒的鸡卵引起质疑。农业部早起公布甲业者的报价单和合约，强调讲业者买卵拢是家己先付款，计销的差额、关税、营业税、管销的成本是由政府来吸收，并无独立业者哦。部长陈吉仲嘛讲，伊准备要告前立委区议甲台北市员齐卡心。国民党的民意代表连续几日天攻击农业部，和小公司进口巴西鸡卵。早起农业部正式举行记者会，说明紧急专案进口鸡卵的流程，包括报价单甲合约，强调进口鸡卵得要符合4个条件。真侪业者提出巴西鸡卵的报价，其中超市的计销上低。不过外界嘛咧质疑日本买到的巴西鸡卵比台湾的更较俗。农业部强调，日本是签长期契约咧买两只，当然有差。那日本它开放鸡蛋进口，它完全是做加工通路使用，所以它长期以来就一直都有在进口液蛋。长约跟短约对价格是一定有影响。我们当初在巴西下单，我们是希望短期补足我们国内的缺口。不过，明明就要比介绍要较俗的卵，是安怎个要空运进口澳洲的鸡卵？政府一粒就要补贴32块。
农业部长陈吉仲解说，空运鸡卵占整体进口量会当讲是小小一部分尔，但是扣掉关税、营业税这寡进入国库的金额，整体进口卵平均一粒政府敢若吸收价差1.76块，而且陈吉仲嘛强调，买卵的钱拢是业者爱胜出。这个4.78亿就是他先垫的，那他垫完以后，当然最后畜产会就这个款项给他嘛，所以他有没有拿政府1毛钱？陈吉仲表示，前几工仔拢优先咧处理风台造成的农业损失，到一个段落才开记者会来公布所有进口鸡卵的细节，强调无道理的问题。邱牧师嘛表示，这款业者若拄到鸡卵防消费，恐惊佫会颠倒了钱。陈吉仲嘛针对进口鸡卵的代志受到责污，点名要搁进立委区议甲台北市议员饲卡心。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政府伫今年8月24开始，甲有川的核废水排入海里哦。日本是强调讲，这废水拢符合国际的标准。早起国内环保团体是去伫台交流协会，甲行政院抗议，因是呼吁日本停止排放核废水。反税福岛污水排放入海，日本政府撤回决定。日本政府撤回决定。日本政府为8月24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到大海，引起世界讨论。日本强调，这款核废水有经过处理，过20种放射性的物质，水内底的物质氚也符合国际标准。但是抗议的声音也未收煞，找来国内有侪环保团体到日台交流协会头前，要求日本退回决定。福岛核废水是福岛核在事故之后，因为炉心溶解而不得不使用的污染水。那这个污染水其实跟一般核电厂的水是不一样的。一般核电厂的水里面不会是这个高污染，有60几种放射性物质，等于日本把核灾的责任、核灾事故后续要清除的这些成本，转嫁到全球的环境。环保团体表示，一般核电厂排放的水无经过反应炉的炉心，所以未有高放射性。但是福岛核废水是为着让炉心降温，有经过炉心。环保团体认为，就算这款核废水有经过处理，也是有高风险，呼吁日本应该要暂停排放核废水。放射性物质它其实的那个活性，对它的伤害会随着时间而衰变。你尽量让它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装在储存槽里面，等到它衰变得更长以后，再来讨论要怎么处理。另外，在行政院门口也有反台独团体抗议日本排放核废水入海，因是要求政府禁止日本有可能污染风险的食品进口来台湾。也让行政院是有派出代表接下抗议书，讲会把意见查登去行政院。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牵涉到王立强强夺案的中国创新投资的负责人向心有警称洪阿某违法拘留伫台湾3档外路，虽然违反国安法的部分已经无起诉处分，也毋过检方查到讲因涉嫌甲对方的违法集团合作，协助洗钱哦，佮甲赚的钱来台湾买厝，所以是依照洗钱罪来起诉。也毋过一审是判因无罪，今仔2审哦嘛驳回上诉。向心是透过律师表示讲，希望检方莫阁上诉。因为王立强事件，中国创新投资负责人向心警称洪阿某，八方指控是强谍，违反国安法。顶个月已经得到无起诉确定，也毋过检方也阁查出因涉嫌协助犯罪集团洗钱，一审判无罪了后，2审初6也向驳回上诉，维持无罪判决。检察官提起上诉所举事证，仍不足以证明被告2人确有违反洗钱防治法犯行，其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向心阿某方查出，将名下2间公司股权卖予吸金诈骗案的中国国泰集团，涉嫌协助洗白查纳款，佮将卖股票了后的钱来台北大楼。也毋过合议庭认为，因洪阿某真歹事先预见国泰公司涉及违法，资金关注犯罪所得。迄当时的股票交易计数也合理，无虚假交易等理由，真歹认定向心有参与非法诈骗行为。那我们是认为说这个案子呢，从起诉书的内容，不管是事实证据或者是法律适用，其实呢，都有一些问题存在啊。那我们认为说应该没有其他可以上诉的理由，所以我们很期待检察官呢，就这个案子呢，就不要再上诉。先后涉及强谍甲洗钱案，向心阿某继续防限制出境出海，已经滞留台湾3年多，原本强制处分到9月23，这摆阁得到无罪判决。
依照诉刑法案件一直审，拢得到无罪。上诉理由会严格限制条件，专案若检方搁提上诉，恐加短时间内有关暂时无法度登记香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民众顶个月31早起的9点迄着一台公车沿路撇来撇去，佮对上外口的车道连切3个车道到上内底的车道，实在是真危险哦。业者表示讲，这个驾驶已经互记过，警方嘛讲哦，若是积极检举，应得依法来处罚。汽车行驶伫车道，不过一架厢载公车为慢车道切入来内底，还佫逼车，查缉叔叔就要压着，然后佫沿路蛇行，甚至佫为外切车道连切3个车道，佫为倒转道弄过路口，民众批评是无甲乘客，还佫有其他驾驶安全放伫咧眼内。你现在的人都不肯礼让，当然会危险啊！公车司机有的怎么说，也都是抢快啊。8月31号早起9点外，有民众开车经过台湾大道7段，拄到这架3一控路线的公车，公车违规状况不断，破伫网络控诉这架公车危险驾驶。公车业者表示，这个驾驶当时有载客，已经依照规定来记过。约谈驾驶了，那也跟他说明说，这个违反行政条例的部分会记过处分。还有减发扶贫的奖金这样子。业者表示，这个驾驶开厢载公车已经2-3年的资历，除了调查是不是有其他违规状况，卖加强教育训练。而其他驾驶表示，厢载公车车身比一般公车更较长，时间嘛较济，除了应该放慢速度，伫公车专用道内底，嘛拢是禁止超车。要切出去，我就会看。我这边完全都没有车，我会看后照镜嘛，完全没车，我就会慢慢切出去啊。对啊，那我不可能像他那样子直接的，一次就甩过去啊。不依交通标线行驶及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破损他车让道等相关违规。警方表示，这个驾驶涉及到真侪项违规，若是照着检举，将依照影片内容一一来开罚。而台南市交通局除了对着这个驾驶重大违规的状况来处罚，嘛拿一公车评鉴、扣减补贴款，嘛就影响到这个业者，是不是会使继续营运这条路线？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国际半导体展，早起伫台北南港展览馆开幕，要展出3天哦。虽然目前半导体景气无介好，也毋过今年的规模是有史以来上大，包括美国、荷兰、日本、甲德国等10个国家拢设国家专区。半导体产业协会是预测讲 AI 佮电脑 server 会带领半导体产业复苏。专家嘛预测讲2030年半导体产业会达到1兆美金的规模。制造晶圆过程中上烦恼就是土粉会影响晶圆良率问题。有业者开发多得晶圆部分手骨，除了强调上低发电量、降低晶圆防污染的问题，也免设定几多新成本。我们所想象得到的灰尘，它通通不行。那么它在一个非常需要洁净式的范围里面呢，这是我们手臂的特性，在所有晶圆、所有产业里面的工作，通通可以适用。有其他业者将机械式手骨甲快速换料机构做结合，一摆就会当做几啊种无共作业，包括吸除、掠面板等作业，省袂少时间甲成本。我们可以组装出一个完整的产品出来，搬运的输送带上面，我们就可以节省了很多的时间。那单一的手背，我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动作，我就可以节省到很多的成本。根据统计，今年的国际半导体展吸引950间厂商3000外个单位，除了有真侪新技术技工，针对未来半导体市况预测，请来未少半导体协会甲大厂进行分析，预测刷落来的半导体会进入复苏趋势。Further projects a positive rebound in 2024, with global revenues expect to reach $581 billion, representing a 12.6% increase over the previous year. We can reasonably expect a similar upward trend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revenues. 受到 AI、电脑主机等产业带动之下，半导体产业会渐渐扩大。行政院长陈建仁更加答应，政府会全面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稳固半导体领先地位。记者综合报道。
劳动部伫七8号要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有机会连续8档拢来调悬基本工资。这份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是指出讲，咱国内的上班族有超过9成无满意薪水哦，有7成5的受访者是讲公司并无打算要加薪水。中沙只有好，个调不好。今年1到4岁限课一毕业，就到8岁做销售人员，平均工时11.5点钟。迄时阵头家讲有一套抽成比例，结果2年来每个月薪水不过3万，也无加薪水的机会，只好离职搁找头路。我们业绩量根本不够，那可是就是公司还是会帮你补到你的基本薪资，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领最低薪的。也个这个伫电子大厂做检品员的展现是，平均一个月薪水2万8，虽然大会应领到差不多4万，啊，不过伫疫情影响之下，公司已经3年无起薪水，只有量假日到餐厅兼职。目前已经积极到努力准备要转职。有加薪的话，就是幅度可能也没有很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去找另外额外兼差的机会，这样。劳动部78要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有希望连8年调起。进前行政议会也确定军公告要加薪4%，为了解上班族的薪水现况，人力银行进行上班族调薪现况调查。结果，国内上班族不满薪水比重高达9成，创5年新高。75%今年并无加薪。调查阁发现，25.5%受访的人有5年以上无被加薪水。大多数的上班族还是认为说，调高基本薪资对于自己的薪资水准是没有帮助的，甚至可能压缩到他们既有的奖金。市场预期加薪之后呢，可能会带来通膨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劳动部进前公布上新无薪假统计，总共有674间厂商，实施人数总共12388人，其中实施人数上侪是制造业，因为订单减少，无薪假继续欠悬。目前有10337人，占整体企业类别比重超过8成。人力银行认为，这个总处进前有超全年 GDP 保持无希望，在企业的营运现况甲获利表现不如预期情形之下，恐惊造成企业实施准则开支，对人事成本的固定开销更加敏感，自然加薪水意愿也会较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极端气候影响是愈来愈大，特是伫巴西南部，因为风台造成至少21个人死亡哦。另外，土耳其伫7号嘛因为落大水后造成水灾，至少嘛有2个人死亡。另外，伫欧洲的希腊甲保加利亚嘛是落大水后造成灾情。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居民以手牵手的方式，将救援艇往头前救，各将灾民送去安全的所在。巴西南部至少有60个城市，伫当地时间7时受到气旋侵袭，造成1650位灾民要几10顿。这条气旋不但降落边角，引起强风大雨，更加引起大水甲土石流。因为河水水位涨起来，厝街路也落予大水淹去，造成至少21人死亡，是当地有史以来上致命的天灾。土耳其伫当地时间7号也因为当3点钟的强降雨，造成大水，影响当地交通，救援人员甲直升机出动救援。地面大雨也伫伊斯坦堡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18.30 itibariyle etkisini göstermeye başlayan yağış 21.30'dan sonra da hafiflemeye başladı. 大水就像野兽共款，发出真大声音，岔路的水宣泄袂赴，也搁往路上冲。希腊落机，予大水救空，目前已经知影至少造成1个人死亡，也搁有1个人予大水冲走失踪。另外，邻国的保加利亚也是一直落大雨，几啊座桥梁风冲海，烟花真侪城市拢变成孤城，至少有2个人死亡。极端气候也搁继续伫全球各地造成致命的灾情。广西新闻新乐报报道。
再来看西班牙卡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强禁球员的事件。卢比亚雷斯是唔肯落台负责，也唔过甲伊关系正密切的西班牙女子卡球的总教练比尔达，虽然这打带领球队摕到冠军咯，也唔过已经互先市头路咯。球队原本的查某助理教练托梅接任，伊嘛正做是西班牙头一个女子卡球国家队的查某总教练。西班牙女子卡球国家队教头比尔达的教练团甲81个球员拒绝继续为国家效力。随队退休金的卡协主席卢比亚雷斯拒绝辞职，和国际卡总成停权处理。即马比尔达、卢比亚雷斯这两个一直拢是好朋友，其中一个人也是教头比尔达先被开除了。Creo que fue muy hipócrita por su parte aplaudir unas palabras de Rubiales que totalmente fuera de contexto. Y bueno, yo creo totalmente merecido. Esperar, haber aguantado un poco más. Tampoco las cosas deprisa. 西班牙卡协会顶礼拜开始就开始讨论，是不是应该将47岁教头比尔达开除？即马真正采取行动。协会表示，这是临时主席罗查改革手段之一。佮宣布国家队助理教练托梅接手总教练，伊也是第一位奖评会女教头。伊球员生涯是一中场，80摆国家出赛。西班牙伫8月23赢得世界杯女子卡球冠军了后，卢比亚雷斯伫颁奖典礼硬进中场埃尔莫索获国界严厉批评。伊表示，未时节佫会提供新的合约予比尔达。相关事件更加2礼拜外，西班牙卡球协会对这事件回释的。公司新闻恩文玲评晓。前台南市议长都有现任的无党籍的台南市议员郭信良，甲安南区的里长高正杰，涉嫌伫安南区一个主办中华区案，向业者收乌钱1300万。台南地检署暂时起诉8个人以上犯意，地方法院是裁定郭信良以150万块交保，嘛爱限制出境出海较大的所在。议长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小心小心。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伫羁押2个月了，最后案被法院裁定150万交保，穿白衫挂水案，边有朋友陪，真紧就离开法院。共案件的被告安南区电视里长高正健是50万交保，2个人拢限制出境出海，加限制大居。今年台南市无党籍议员郭信良甲安南区电视里长高正健涉嫌伫电视中华案向业者收乌西钱1000多万。7个被羁押禁见，台南地检署昨侦结，将郭信良等8人依照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沈卓、郭姓被告、高姓被告均为公务员，本应廉洁自持，竟为图一己之私利，利用其等身为议长、里长之职务上机会，向辖区土地重划业者借势借端勒索财物，并收取高达1300万元的汇款。实有辱官箴，应予严惩。电视主办中华案面积9.28公顷，2021年完工，由农地变做建地，利益正大。检方讲，高正健是郭信良服务团队的成员，知影辖区内电视中华案有利可图。民国108年，这业者想要买地废地，买无成功。就甲郭信良强模，110年6月，由郭信良出面向业者收乌西钱1300万。高正健担心代志会变空，所以就叫唔知影内情的郭信良服务处姓吴的女助理制作合改假契约，暗砍收乌西钱的路向，并且只是吴路顶4个人伫咧侦查的时阵做伪证，涉嫌犯告诉伪证罪。检调指控郭信良利用议长的身份勒索财物，犯后的态度也正歹，并且反映中当量刑。台南市新加将这直辖市了4届议长，包括赖美惠、李全教、郭信良加区丽丽，拢有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文山区的麦新市场，已经有41档的历史了。2楼的活动中心嘛有公安的问题。5月的时阵，苹果是指出讲氯离子的量上悬，是海刷厝。1楼天棚就落落来是真危险。里长嘛表示讲，活动中心的天棚会漏水，更金木拢看现。所以市场处表示讲，今仔会派厂商去苹果风水保强的工程，会先来整修，继续来推动市场的改革。这个都修理过的，就会变这样。天幕的钢筋拢走出来，看现，互人看了就惊。涂骹规拢是轻架啊，抑个一块一块的暗纹涂。
台北市木心市场已经用41档啊，伫咧2楼的居民活动中心，天棚规个拢放来，落来石头差一点就讲着人，这么暂停使用，引起当地居民的担心，希望市府赶紧处理。承办的单位可能不够积极啦，才会比较慢嘛。居民活动中心每当看到真侪所在天棚拢落来，天棚的板也规个拢生高，若是落雨就会漏水。风台来时阵，外口做大水，内面也做大水。当地里长讲，活动中心逐工拢有200-300人来遮上课，不过一直拢有公共安全的问题。天棚的板来漏水，这13年来一直修一直补，情形是愈来愈害。刚开始可能修了，停个1年，可能到处哪边渗水就慢慢掉。到后来这几年，这7、8年都已经就是你修了大概撑个半年，已经是了不起。3个月它就开始又渗水，然后开始又轻钢架掉下来。居民活动中心伫今年5月经过结构技术评估了，氯离子的含量伤过悬，敢若是变做海沙厝。市长处讲，虽然有派厂商来评估做防水补强的工程。修理费用初步估计要900万。这期的目标是以整修为主，也继续伫咧推动木心市场改建。现在木心市场要改建，比较大的问题是中继市场的选定。那我们之前评估过的几个公园，周边居民都反对，但是我们最近找到一个场地，是一个停车场。针对中继市场要经一日倒位，地方有无同的声音，市长处伫最近也开说明会，希望民众有共识，而且是目标伫咧原所在改建为主。里长认为市场改建是上好的解决方法，互民众较袂有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海葵风台扫过高雄，有真侪路树拢倒去，清洁队阁继续在摒扫，嘛发现讲高雄前镇区的水电架道路拢逼开，有20公尺的壁船嘛造成关系差。当地民众就讲这本地都必顺，风台扫过是愈逼愈大，市政府评估目前无安全的疑虑。甲车扭到尾5公尺长的车也无够长，这条棚经过测量将近20公尺长，关节差将近2公分，趴伫高雄前镇区水天街原顶，看起来非常惊人。别个所在毋仅一位，今年工地水沟侧边嘛出现明显的壁损，民众烦恼范围若扩大，有可能大面积放弃。在施工啦，施工它打桩了，所以那个才裂开来的啦，更危险了。尤其现在下雨，我们这里的出入都是靠这一条路啦。本来是小小的，而且现在变成越来越大，好像感觉要掉下去的感觉了。不知道哪一天会崩裂，不晓得。当地居民讲，这条壁船是边仔工地施工了后才出现，海葵风台了后，壁船是逼了愈大。另外一侧靠近工地的水沟嘛有2支镜头看的壁船，另外一位嘛当看到安文图修补了后的痕迹。伊就做好迄边的板砖，算在板砖抽起来嘛，抽起来，伊就会甲补。经查系因打设钢板桩震动所造成路面破损，现场经技师初步研判无公共安全疑虑。市府表示，壁船是边仔工地打设的钢板桩所造成，专家检视现场无安全的疑虑，会要求厂商伫6号完成道路的修复，市府嘛会持续来监测。记者王柳田、明照环个报道。再来看台南市的北门，伫初5暗时，有一个民众翘倒摆伫路里，亲像去互钓鱼线去回着阿妈滚，有一条20公分长的伤痕，加在钓伤是无严重。初步了解有可能是民众钓鱼的时阵，钓鱼线去交着电火条啊，所以骑车经过的人去互线挂着。民众真随手的摕起钓竿，伫线顶面来放饲料，准备钓鱼啊。不过，这款的钓线煞会当伤人。台南北门5号暗时就传出一名技师骑车行进北门，要将近台17线的线道时阵，阿妈棍疑似去钓线，画出一条大约20公分长的伤口。好在当时车速无紧，啊无后果是毋敢想。钓大路过拢规个拢有影严重，较早严重就钓啦。有严重对啊？啊，有人伫边仔咧钓鱼啊？有人在钓鱼啊？有影都有险钓啦。实际来到北门区附近的郊外来看，嘛是加减有一寡钓客伫钓鱼。对于钓线去交着阿妈棍，钓客是研判，有可能有钓竿的时阵去交着附近的电火条，但是为了方便，嘛只会使甲线加掉，就互钓线交伫电火线顶面。除此之外，北风吹的线嘛有可能是凶处之一。收起来大个，收起来来，大条的，条伊即马来交断啊。对。
伊用课时，即个经营较会啦。我照你讲，该是袂啊，规组好，咱无好我别单啦。啊，你就算咱600起来，就算8起来，较加，互你剩一节啊尔。对呀嘛是正面讲，莫讲家己活落好，互别人嘛，咱嘛了顾着别人安全啊。乡下地区夜间人车稀少，偶尔有钓客前来垂钓，本分局已加强该路段巡逻，并劝导钓客离开，以免影响路人及机车骑士的交通安全。见消是拢无接到这件报案，不过辖区内发生去吊线、交着阿妈棍的意外，警方嘛会加强巡逻，以免影响人车安全。记者王正훈台报道。2025年的世界总年运动会会伫台湾举行哦。轻艇项目伫宜兰县三星新乡比赛，县政府拍算要伫安龙溪来建设训练甲比赛的场地。也毋过，环保团体甲第一河川局拢有意见，因要求县政府爱修正计划，嘛爱保留原本的生态河道。轻艇选手毋惊插落溪水训练，渴望争取好成绩。宜兰县府为回应地方需求，要伫三星乡安龙溪设激流标杆赛道，地方车辆发起联署，希望赛道应赶紧完成打造亚洲轻艇训练基地。小参手也希望赛道应比较国际标准，尽量可以跟国外差不多，就是这样才会让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可以成绩可以更好。所以这届咱全三星乡无分党派，11个代表，18船长全部联署来支持这个建设。县府规划伫安龙溪顶悬设3面光，阿木头花长达500公尺赛道，因应自2025年世总分第三星乡的轻艇比赛项目。阿毋过环保团体质疑，边是牵线带恐惊破坏河流甲环境生态，申请案经过第一河川局审查，因为无符合水利法甲河川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县府减少赛道量体。如果它在这设施上面可以做一些更减量、更能够符合我们的管理办法，那你现在？我们的清理赛道要用到整个安龙溪的主河道，那势必就会改变，比如说在防洪安全。县府收到1号局意见了后，修正赛道规划确保保留原本安龙溪生态河道，各地道边另外开人工化2面光的赛道，长度也为500公尺减少做350公尺，确保当地生态环境甲河防安全。申请人已经各上审查。经过修正之后，我们是将原来的有生态的这些河道都保存住，那么往左我们来做主赛道的一个扩大。啊，毋过环团阁烦恼起好了后，无确定由啥物人维管，甲如何维管，配套措施无到位。县政府表示，赛道后续管理县政府会负全责，保障河防安全甲当地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海葵风开扫过了后，花莲的海边啊，四界拢是水流茶，吉安乡海边啊上济哦，因为卖少拢是真珍贵、真有价值的沙马，所以就民众去捡。也毋过林务局是还未开放，所以警察甲华巡队嘛加强巡逻。来到花莲吉安乡的花莲海堤几啊公里的沙坡，拢是水茶，其中有真侪真有芳气的檜落去甲各种珍贵林木，趁天色暗，袂少民众偷偷来捡。也毋过，这个水茶内有真侪珍贵林木，所以目前有案的停查有红色喷漆的，拢要再造标收属于国有财产，其他村的交互县政府公告，才会当开放去捡。如果今天是刻意去捡拾有注记的，那这个部分很大的机会会成立违反森林法第50跟52条，罚则的话就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2000万元以下的。那如果说就是你在非公告捡拾的时间继续捡拾的话，那应该是会成立就是刑法上的侵占罪。花莲分署提醒民众，一旦开放去捡水茶，那作为自用，会当直接带回去，无需要登记。那是有盈利买卖需求，就要出示扣是合法证明之外，也需要到台湾林产品生产对塑胶码网站登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市的因盘国小，今年的招生创新高哦。过去学校只有8个学生，今年是增加到22个。校长是讲有校友捐钱，和学校会当来提供学生下课了后免费，而且真丰富的课程，所以成袂少家长甲囡仔送来食。这间伫南投市的营盘国小，用过平均一档只有8个学生啊，险啊荒废校。不过有校友赞助经费，免费提供日语、英语、围棋、卡球等等多元课程，让家长真肯定。今年学生人数增加到22个。
都很有趣，教练都很专业，很厉害。最喜欢是哪一个？我最喜欢的课是足球课，免费提供给幼儿园的孩子去进行这些活动，因为现在双薪家庭确实是蛮多的，那家长有这个需求，然后校方提供给我们免费的服务。校长讲，真感谢校友会投入经费成立社会企业，把所有利润拢捐给学校，提供学生免费课程，让学生下课的生活变得真丰富。本校都开了很多免费的多元的课程，经由这个多元的学习，增加他们的能力。伫营盘国小，唔但国校的学生，连幼儿园的囡仔也会使上这的免费课程。等于讲，读这间学校的学生，为2岁到12岁，会当有10年免费的课外学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医界统计，台湾18岁以上的民众，4个人都有1个人有高血油。全台湾有大约500万人唔知家己有高血油这款症头。若若无控制好势心血管疾病风险是比一般人会悬出3倍。医师嘛呼吁民众都爱定期抽血检查。67岁张先生平常时有规律运动的习惯，生活饮食也真养生。现在家己有高血油的问题，却无按时食药啊，一直到去年2月，因为胸坎早去看医生，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一条严重塌掉的，紧急进行心导管手术，才救回一命。胆固醇特别高，那时候我自己也没注意啊，我就想说，我运动啊，我吃东西啊，饮食控制就好了嘛。就我没有去很在意它。医师表示，真侪人拢无重视高血油的危险。那歹的胆固醇呢，加别度至2倍，胆固醇超过侪，对造成血管塌掉咧，增加心血管疾病甲死亡风险。根据统计，台湾18岁以上的大人，差不多有1/4500万人有高血油的症状，而且高血油唔是老人的专利。25到64岁听众总年族群比例有增加，已经年轻化出世。当它逐渐累积超过到70%、80%，甚至那个斑块破裂造成堵塞，造成血管的一个完全的这个堵塞之后，产生所谓的心肌梗塞，那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医师提醒，有关老人误会食药对健康无好，差不多有1/3的高血油病人无去食药反倒会增加了后得到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脑中风的风险。建议民众爱甲医师配合，只有控制好高血压、高血油、甲高血糖，才袂去得到心血管的疾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图书馆今年的热闹举办囡仔册，大家讲要来培训制作台语节目的人才。落尾是有4组的大学生团队入选学生囡仔家己写剧本，家己去影片，那么做伙来看卖。这啲学生伫这栋已经有1架组入选冲到大戏院头前来拍片，唔拿演员对卡本去画到戏影片，全部拢是学生家己写、家己制作。来完成一支台语的短影片，因为因是参加高雄市立图书馆举办囡仔册大家讲活动，利用一本囡仔册为主题来制作影片。我是自细汉甲阿妈讲台语的人，所以这是生活的母语，但毋是敢若台语尔，迄客家话嘛是嘛，原住民话嘛是嘛，这是咱家己的语言，咱应该爱家己去传落去，袂使互伊断掉。这摆活动嘛安排3天的课程，包括节目制作、主持、甲囡仔册朗读等等，互学生练习讲台语。而且嘛有台语老师来指导因发音，连续课程内容，互因会当顺利翕一支完整的台语影片。上课的老师因有甲阮传互阮迄落改版的，然后阮拢有看到迄落老师也有甲阮很细心的甲阮标记，阮拢有看到，然后阮拢有逐工念安尼。入选的4组大学生团队，以台语囡仔册也是高雄主题，来制作5分钟的台语影片。学生嘛了解到，原来台语嘛会当这么趣味。这摆影片成果会伫10月底来公开。记者钟依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来看今仔的国际教育的专题，今日世界的边界，来面继续来看湾山河畔伫菲律宾的夏尼哥岛哦，暂时设一个教室，让学生囡仔会当上课。也毋过哦，2021年风台扫过，造成岛上145间学校损害了真严重。目前是各有115间学校，但要重建是一个真大的工程，咱做伙来了解。木材、布棚、甲铁棒，一间临时搭的厝，这是学生逐工上课的所在。因为2年前的风台破坏了学校的2间教室，校长只好想办法，让学生继续上课。风台毁掉福邦小学的建筑，也甲上课教室规个线倒。学校除了用临时教室来提以外，也安排学生1礼拜2-3天轮流上半天的课，来解决教室无够问题。不过，这炎天赤日头，加上雨季伫要来，福邦的学生伫艰难的环境之下上课真好专心。Sa taong ito talaga sobrang hirap kasi palagi kami transfer ng room kasi wala kaming room. Tas ito napatayo to sa last month pa. 夏尼哥岛到单，还有115间国级学校等待重建。湾山河畔甲教育局还有学校合作，按照菲律宾政府的防灾教室设计，伫福邦小学开始重建。Some of our learners, teachers, having their classes, some in a very non-comfortable place. And happy we are that here in Siargao, we have the NGOs like you, the loc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NGOs coming to our schools for this. 它是岛上又是最穷的一个地区，因为只要这个情况最艰困的地区可以做起来，我们就可以给岛上其他的学校更多的希望。湾山河畔甲爱上到太平洋的小岛，重建这条路也代表台湾超过5000位捐款人的信心，希望让这些囡仔有一个安全的上课环境。记者洪兆成、黄文良，菲律宾夏尼哥岛的采访报道。来看新地生活美学馆甲民俗艺术团做伙举办的台语搭水果的体验，除了教囡仔安怎搭水果，嘛希望透过这款轻松的方式，让大家来学台语。对这招，参老师念出一句，搁一句台语搭水果，伫内底学台语发音。家长把陪囡仔做伙来搭水果，感觉真趣味。语言一定要有环境，所以可以接触一下加减有帮助。用顺口溜的方式，是不是会比较有记忆？可以学台语，很有趣。新竹生活美学馆参翰林民俗艺术团共同举办台语搭水果活动，除了教囡仔快办机卡。把利用机会，让囡仔学台语。因为囡仔拢爱算嘛，爱互伊感觉讲，这好算，有艺术，大家才会到底来学。闽南语是古汉语，是文化蕴含非常高的语言。这么好的语言，我们很希望能够把它保存普及到小朋友身上。一句来一句去，除了让囡仔体验搭水果，也对说唱艺术当中明白台湾丰富多元的语言，看到语言的水。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伫初5提出警告，讲全球达当大约61栋的海沙防污罩，这严重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态甲环境所以呼吁大家就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每一天，全世界拢有100万台卡车对大海污沙再造，用伫咧人类的各项生活甲建设。对受到海平面上升加风暴的海洋生物加沿海社区造成重大威胁。It's the equivalent of a wall of 10 meter high by 10 meter wide all around planet Earth every year, or
2 kilograms per day per person for the 8 billion humans we are.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這項發現，甲由瑞士政府資助以海洋追蹤甲人工智慧的新感光平台海沙觀測的數據拄好共款，也講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人類每年污糟61噸的海沙，是超出海洋家己吞補長期的速度真多。維持海化結構加生態系統，攏需要一寡海沙，污糟遮爾濟沙，對海洋破壞真大。Sand is produced by very slow geological timescale erosion from glaciers, rivers, and waves, and it takes a lot of time to transform rocks into sand. You are removing all the bottom of the sea, and it's changing. There is no more life there. 海沙觀察甲包括北海、東南亞甲美國東海岸一寡較接開採區域，列做觀測的區域。另外，亞洲也有一寡地區開採量甲速度也互人真關心。中國、荷蘭、美國加比利時是海沙開採業者上活躍的國家。今年有報道就講，有超過200台開採船的中國，正在咧開發一種有超性能開採能力的船。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任務之一是支持環保採沙。去年就呼籲加強對開採海沙的監控，建議停止開採海沙保護沙，並且制定國際標準。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下晡尾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3度；中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28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低28度，上懸31度；華東地區上低27度，上懸31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第2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下晡3點，咱再會。